因应极端气候可能的缺水危机，中央和地方合作投入33亿所新建的永康水资源回收中心，将民生污水转换成工业所需用水。自111年12月就开始供应每天8000吨的再生水，而原本114年6月才会完成2期扩厂的时程，已经提早10个月完成每天供应1.55万吨的目标。9月5号，在各界贵宾和地方乡亲的见证，盛大举办通水启用典礼。永康再生水厂扩厂通水启用，好，谢谢。永康再生水厂的第2期工程是提前，不仅是如期如时，还提前完工，而且工程经费大为节省。那能够早日通水，就能早日供水；早日供水，就能早日一方面让高科技厂或者半导体厂，他们能够有这个制程用水可以用。那这个制程用水是稳定的使用。第二个，能够让再生水厂提早运作，那早日收集这些生活或是许多污水，那这样早日让我们的河川更干净。为了稳定大台南用水，除了永康这座再生水厂以外，再加上安平的水厂，每天可以供应南科5.3万吨的再生水，等于1年2座白河水库的水量。惠中市府口中的金主，也就是国土管理署署长吴新修也亲自出席，强调南部因应高科技用水需求已经准备好了。我们台南就是因为这些年来努力在准备什么，让这些高科技的产业能够在台南落地生根。那我们真的是准备好了，所以各位就可以看到这几年，体厂也好，那甚至其他的这个厂商，只要需要用到再生水、再生电的，第一目标都是到台南。市长会后也一一参观再生水厂，因为早一天通水就早一天供水，一方面让高科技产业有稳定制程用水，早一天收集污水，也让河川变干净。后续再善化，新市还会持续扩充再生水计划。记者郭恩吉台南报道。